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学会》。今晡日俺哋来到关西两位处係萝卜树染，这边呢定期会举办很多的活动，今晡日就跟着我来去里面看看吧。今天来到这个萝卜树染呢，听说是一个100年的客家老伙房屋嘞。以前在100年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我们罗家的私塾啊。那所谓私塾就是私人的住宅，作为教育的功能使用。所以我们以前教育的地方，学生就是在这边就在这边上课。对对对。关西就是你的故乡，对不对？对，关西就是我的故乡。那首先先带观众朋友来学习故乡这个客家话该怎么说呢？好的。故乡的客家话就是故乡。故乡，不同时候都有跟着季节办不一样活动，邀请朋友来认识关西，认识这里耶。像我们3月下旬的时候，我们计划办一个脆头版，萝卜糕的这个 DIY 的活动，在这边体验客家的生活。我们也教观众朋友来挑战一下活动的客家话该怎么说，就是发痛。对，它有点平声哦，发痛。定期在书院举办活动，这句话比较长，我们也带观众朋友一起来挑战这句话，客家话该怎么说？定期读书染盼发痛，定期读书染盼发痛。老师，那可以再带我来认识一下书院的里面吗？我们再往里面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来到关西的罗屋书院，认识第19世的罗老师。当然呢，罗老师在我们认识他的古迹之外，也认识了许多新的客家词，你们都有记得吗？没关系，明珠带大家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故乡，故乡。第二个呢就是活动，发痛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定期在书院举办活动，定期图书馆盼发痛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常常去罗屋书院走一走，他们不时会有不同体验的小小轻旅行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